郭子龍嘅 Good Chat 好好揀，又有講波，又有講下馬，中意講波定講馬呢？講波，尤其是係香港足球入血啊，廿幾年都係做緊呢樣嘢，好似一家人。喺體育傳媒嘅界別裏面做過唔同嘅崗位啦，中意做記者主播啊，定係中意做下評述呢？如果你要我揀主播，最強嘅一範係喺呢一度，廿幾年都係。做直播嘅時候啦，會中意喺現場感受啊，定係喺廠裏面睇下世界各地嘅波，可以都講下呢？現場嗰個壓力、嗰個氛圍好震撼嘅，你真係一定要學到現場，你先要發現。做前輩啦，有好多嘢可以教俾後輩啦。你會中意教實習記者，定中意教學生記者？實習記者，因為落到去現場，你先會感覺到嗰種壓力。鬧完，你自自然然會知道點樣先至係叫做 practice make perfect。而家睇下戲啊，睇下劇啊，都會見到郭子龍啦。你中意參與電影啊，定係參與劇集嘅製作啊？兩樣嘢都冇所謂。不過如果你真係要我揀，我會揀電影。電影嗰種節奏感同電視好唔同，要快，2個鐘頭裡面要解決。不過電視亦都係有佢嘅好處，因為可以慢慢燉，好似煲湯咁樣。想知我點樣喺體育界行到影視圈呢？埋嚟睇，埋嚟聽 ，Good Chat 好好傾。